台南市立安南病院副院长徐秉义表示，寒人是容易触发心脏疾病的季节，为了提升大台南地区触发性心脏病患者到院前的急救成功率，特别甲台南北区扶轮社、甲日月之光慈善基金会共同举办抢救孤独的心跳，找找年纪上小救难小英雄。伫个病院大厅设置了 AED 的来电小站，互到院的患者或者是家属拢会用来练习。冬天呢、是一些意外事件最容易发生的时候哈，像一些中风啊、心肌梗塞啊，在天寒地冻的时候哈，特别容易发生。那像心肌梗塞呢，它发生的时候，有时候还会猝死。那造成猝死的原因呢，主要是心脏呢那欧北跳啊，产生这个颤动的这个情形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只做 CPR 的时候呢，还不足以救这个病人。最重要就要做呢电击啊，所以因为这样子啊，政府在很多的公共场所呢都会设自动电击器。可是很可惜的就是说，民众做这种不要输用，所以呢，当有人真的发生猝死的时候，很可惜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可以即刻这个救援。那因为这样呢，所以我们安南医院还有台南北区扶轮社，还有日月之光慈善基金会呢，我们就办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活动，就是说叫做抢救古都的心跳声。那我们从10月份开始呢，就在这个大厅设立了一个来电小站，就是教我们的一些来这边就医的民众啊，还有家人呢，利用空档啊来做这个傻瓜电击器的学习。副院长徐秉义表示，为了让急救的教育会用向下来扎根 ，AED 来电小站推出1个月来，总共有1088位的民众参加，其中年纪上小的是1对5岁的双生仔兄妹。上午病院的成果发表，嘛特别来颁奖表扬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